夫人，听讲你已经将小瑶找到转来啊？啊，即马伊人呢？人伫倒位？哎呦，啊，等你嘛免赶紧甲呢，你是咧惊啥货啦？等伊人即马就住入来咱厝啊，啊，毋讲你家己走去哦。我的好夫人，你着互我去见好无？明仔载我一定带伊来，甲你说多谢。你搁有明仔载？夫人，你讲啥物？无啦，无啥货啦。我是讲吼，啊，小叶即马住伫后院的房间内底，你若要看伊，紧去啊，紧去看伊哈。哎，小等下啦，天水啊。夫人，还讲啥物代志？哎呦，你看我啦，安尼讲欢喜吼，煞雄雄遐叫袂记的咧。我知影吼，小叶即马有心啊，所以吼叫下骹手人抓一粒安胎药吼，要甲补补的，紧去叫啉哈。多谢夫人。紧去啊！紧去哈！快点嘞！亲手坐在锅顶，小瑶，小瑶，天水啊！天水啊！咱总算会用做伙啊！是啊，咱总算会用做伙啊！哦对了，来，你先将这碗药仔啉落。这是什么药啊？这是夫人特别叫人为你做的安胎药，你趁烧啉落好。袂啦，我上惊食烤药，我袂食。天水啊，来，你食这，我有话要跟你讲啊。小瑶，你听我的话，为着咱的囝设想，你先将这碗药仔啉落，等啉了，我再听你讲，好无？来，啉就啉嘛。真好吼。安尼才有乖，安尼才是我个好家哦。天水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姐伊人足好诶，我想袂到哦，伊会接受我呢，而且吼，佮甲我接入来。小瑶，你是安怎？小瑶，我会变做你的偏爱。小瑶，你是安怎？小瑶。是你用我来行动。不是我。我是会靠你的希望利用，你害我，我们都爱给他，你还帮你说，但是你刚刚辛苦了。这一定是伊做，一定是伊做的。小瑶，小瑶。我最后，我走开，我会帮你说。小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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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瑶。哎呦，他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夫人，唔好啊，小瑶，伊死啊！啥话啊？天水啊，你来太是因为小妹啦！哎呦，小妹啊！无啦，我一个好小妹啊！哎呦，夫人，唔是我杀，这分明是你摕毒药叫我喝啉的你。哎呦，冤枉哦！假使讲吼，我若有心要甲阮小妹害死，我若着千里迢迢，搁叫伊来咱岛住啦，对无？迄明明是你甲害死的，你哪会讲我啦？这，唔是我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即马莫讲遐尼啊多啊啦。天水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害死人哦是爱赔命的呢。我咧看吼，为着避免互人知讲黄小玉已经死啊，咱先来找一个所在吼，甲大家再讲讲。啊，这
赶紧的，莫点仔坐到遐啦，紧的啦。你到底是要从伊带倒位啊？对啦，这骹鼓星吼，因为大部分人拢无咧用啊，快点等你鼓星来啦。这卡手赶紧的，莫点仔坐到遐啦，来啦。我来时就无看这个歌顶，这个歌顶是要怎走出来啊？别管，紧走。小玉，奇怪，我来忘记小玉，规日去打倒落，目睭见拢有丢甲我看，敢讲小玉出代志？袂用的，我来看卖。唉，小玉啊，小玉，你也是拖袂过这劫。我太人啊！我太人啊！我太人啊！好啊啦，你是在起笑笑？我看你安尼吼，大家来入心无主，一个嘴细细，唔知你念啥货。敢讲你要互全世界人知讲你害死人？或者是讲你想要去坐监，也是要赔命？我无爱坐监，我嘛无爱为保命。较细声的啦，你遐大声是要创啥货？少爷，什么少爷？本我有一位自称是饭小阿爹吼，想要求记啦。什么？大鬼也来啊！带去！小等，什么咧牙虎啊哈？饭小要早就离开家啦。哦，我哩，你阿讲少爷无变。是。讲较你吼，那遐尔啊无路用哈，一点仔脑筋你都袂晓用心。你要去见伊创啥货？你不甲承认讲你有看到饭小玉，啊你害死饭小玉安尼笑？那咧，我要安怎呢？杨家已经想办法啦。啊，人就找到厝了。事到如今，妻后衣不整，理不休。饭少爷无伫啦。大爷，提水出去，敢讲小玉无来，我唔相信，敢会是小玉出代志？小玉，你是伫倒位？阿爹来找你，你知影无？小玉，这个是小玉歌顶。歌顶的，奇怪，明明叫风平安才来，奈忽然间全无看到。写到是温馨，无非做不下是两讲。阿弥陀
的时做啊，唔知有啥物所在需要冰晶为你服务的无哈？哦，我是来找我的查某囝的啦。找恁查某囝哦。阿伯啊，你可能见唔到所在伊啊啦。阮遮若毋是咧收留迄流浪年的中途之家。但你是讲啥？什么你流浪之家？啊，你当做人因查某囝是咧做做啥物？做猎头啦！规日吼，我不停对阿伯也无礼貌，你阿伯会失礼。是。阿伯啊，是的啦。袂要紧啦，啊，我无定着讲见唔到所在啦，我就找歌顶哦，叫方平安遮来啦。啊，忽然间就啊无去，我毋则来看卖咧。高阿丁。是讲啊，唔知施主，恁查某囝号做啥物名吼？哦，老汉四饭啦，我的小女叫做小玉啦。哈，小玉，小姑娘就是你查某囝啊？哈，林秘书，甲我的查某囝有熟识哦。哎呦，啥物才熟识尔？迄小姑娘吼，迄粉粉死死去的时阵吼，也是边种吼，甲插转来灵魂死的呢。你讲小安怎？小安怎分去？阿伯啊，你莫紧张啦，伊只是哦受着心伤尔啦。啊，毋过哦，伊即哦已经嫁过张家呀。是咯，嫁去张家。是讲张家家庭，哪会讲天水无地咧？哎呦，敢讲天水甲阮小玉去山顶要接我落山？那咧哦，我就爱紧转来。哦，请。饭阿伯哈，你上好吼，是听我口劝，莫等去好啦。小弟弟啊，倒无你是安啦哈？迄昨仔阻止迄小个姑娘嫁去张家，啊，即摆搁要吼主动人来白仔囝来传言，倒无你是皮咧上来哦啊！嘿，是啊，若是你安尼搞阻止，会互小玉嫁过张府上哈，啊，即摆害小玉哦，安尼。静静啊，静静啊，小玉是安怎？饭阿伯啊，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小玉无代志啦哈。静静啊，你甲我讲，小玉是安怎？小玉到底是安怎？是毋是出代志啊？无啦，你上好莫等伊就对啦，无啦。静静啊，我求你，你甲我讲，小玉是毋是出代志啊？哎呀，饭阿伯啊，你甲恁查某囝的缘分已经尽了啦，你吼看较开咧，莫想遐多吼，啊？小玉，小玉，静静啊，啥来讲咧？这副家咧讲不瞌睡啦！好啊，卖啥物咧瞌睡不瞌睡，我无咧信你，没有？阿伯啊，你莫吼听阮迄个师弟咧讲，迄药做小姐店啊，迄规工就气消六电哦，迄话拢杀咧乌白头，你莫甲相信。你看你要安做，你做你去做，我听你，嘿对，我嘛听你。安尼，我请得来吼。好，抢！来，不，睡觉。饭阿伯好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哈？小弟弟啦，你这两工啊，可能是头壳去破去啊，讲做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，安那？无你是安那？什么意思哈？师兄啊，你安尼甲我主动，你知影可能会害一个人嘞。害一个人？不会吧？阮是拢咧共斗相共，阮哪可能去害人呢？对不？对啊，不理你啦，气死！